今日姊妹大平安，今仔日是2020年6月初8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1节到48节，创世记17章第1节到27节，希伯来书13章第1节到1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约的囝。真侪人袂当了解是安怎上帝无爱以实玛利，要爱亚伯拉罕伫100岁，太太伫90岁时，家己所生的囝以撒来成做因的后裔呢？虽然以实玛利是亚伯拉所生的，但毋是迄个共同领受上帝的约撒拉所生。上帝所要赏赐予亚伯拉罕的，是要对约所生的囝，毋是对人的作为来生的。上帝嘛赏赐甲你的约，予亚伯拉罕以及厝内所有查甫人，拢甲上帝来立约。这中间也包括以实玛利，所以咱看见上帝并毋是无疼伊，但是实际上伊就毋是对上帝的约所生的囝。创世记17章第1节到27节，亚伯拉罕99岁，上主对伊显现，甲伊讲：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伫我的面前行做着完全。我要甲你立约，要互你后裔加添极其多。亚伯兰趴伫涂骹，上帝阁对伊讲：我甲你立的约是安尼，你要做真济国的老爸。对打以后，你的名无阁再叫亚伯兰，要叫做亚伯拉罕。因为我要互你做真济国的老爸，我要互你的后代加添极其多，建立济济的国家，出真济的君王。我要建立我甲你以及你世世代代子孙所立永远的约，要做你甲你的后代的上帝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伫迦南全地，赏赐你甲你的后代做永远产业的。我也要做因的上帝。上帝阁对亚伯拉罕讲：你甲你的子孙，世世代代着遵守我的约，恁中间所有的查甫人拢着受割礼。这是我甲你以及你的子孙所立的约，恁着来遵守，恁着赶恁的包皮，这要甲做我甲恁所立的约的记号。佮恁逐世代的查甫婴仔，无论家己生还是外族人买来，出世第8日拢着受割礼。你家来生的，用钱买的，拢着受割礼。安尼，我甲恁所立的约，就永远伫恁的身上做记号。无受割礼的查甫人，一定着对我的子民的中间来嫁出，因为伊无赶到包皮，违背我的约。上帝阁对亚伯拉罕讲：你毋通阁叫你的某撒来，着叫撒拉。我要赐福互伊，互伊对伊得到一个囝。我要赐福伊，互伊做真济国的老母，出真济的君王。亚伯拉罕趴伫涂骹伫笑，心内想：100岁的人敢会生囝？撒拉已经90岁，哪会生啊？亚伯拉罕对上帝讲：互以实玛利做我的继承人就好。上帝讲：毋是安尼，你的某撒拉要为着你生一个囝，你着甲伊号名做以撒。我要建立我甲伊甲你的子孙所立永远的约。关系以实玛利，我嘛要听你的祈求，我要赐福互伊。我要互伊来兴旺，加添极其多。伊会生12个族长，我嘛要互伊来做大国。到伫明年这个时，撒拉会甲你生以撒，我要甲伊立约。上帝甲亚伯拉罕讲煞，就离开伊上去。
拄拄迄日，亚伯拉罕照上帝所讲的话，甲伊的囝以实玛利甲家内所有的查甫人，无论是家内生的，还是买来的，拢甲因囝甲礼。亚伯拉罕受割礼时99岁，伊的囝以实玛利嘛受割礼时13岁。拄拄迄日，亚伯拉罕甲伊的囝以实玛利做伙受割礼。所有的查甫人，无论是家内生的，还是对外族买来的，拢甲伊做伙受割礼。上帝是毋是摆脱以实玛利？事实上根本无啦吼。上帝伫夏甲带着伊离开了后的时，就手找天使来甲因同在。伊本来说，伊嘛劝勉初代教会的基督徒，着爱应该彼此相听吼不但咱个爱听出国人，听落家的人我爱关怀遐的受肯定尊重婚姻等等这个代志，因为这个代志拢甲约有相款的概念。伊本来书13章第1节到16节，着继续三听，着会记得好管待出外人，因为有人安尼做，无意中接待着天使，着关怀受拐假的人，亲像伊甲因伫共受拐，着关怀受虐待的人，亲像恁本身伫受虐待。婚姻人人着尊重，着保持纯洁的夫妻关系，因为上帝审判私通奸淫的人，毋通贪财家己所有的着知足，因为上帝有讲，我袂离开你，嘛袂放杀你，所以咱会当好大讲，主是我的帮衬，我袂惊吓，人会当甲我安怎？着少年引带恁传上帝信息互恁的人，着注意看因的生活甲结局来学习因的信。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了，直到永远拢袂改变。恁毋通互逐款奇异的教义带迷路，因为心灵较好，着上帝的恩典来坚固。毋是靠食物、靠遵守食物规例的人，拢无得到利益。咱有一个最大顶面的祭物，伫会无来服侍的人，拢无权通食。因为大祭司带生鲜的花进入伫至圣所，为着人民来赎罪。生鲜的身躯伫野外烧，所以为着要用家己的血，互人民得到洁净。耶稣嘛伫野外牺牲来死，安尼，咱着出去野外，去伊遐，甲伊同受凌辱，因为伫遮咱无永远的城，咱是伫敲找一个要来的城，所以咱着通过耶稣基督来继续称赞这一切来献互上帝，这是宣认主的名的人嘴唇所结的果子，着会记得做好事，互相帮衬，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祭物。诗篇119篇41节到48节，上主啊，求你显示你的慈爱，照你的应允拯救我，我就通应答领着我的人，因为我倚靠你的话。求你毋通将真理的话对我的喙抢去，因为我仰望你的判断。我要继续守你的律法，直到永远。我要自由自在生活，因为我有追求你的律例。我伫君王的面前讲论你的教示，嘛会袂记直到见效。你的诫命互我喜乐。因为这个诫命是我所喜爱，我尊重佮喜爱你的诫命，我嘛要哪念哪想你的规例。感谢上帝赏赐恩典甲祝福，互阮会当甲你立约，互阮永永远远会当来遵守上帝的旨意，来归属伊，来得到福气。
正做伊的儿女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